最近有民众讲，伊明明都无消费，却是去收到信用卡逾5000多块的简讯。结果伊去甲银行对一个了后，才知影讲是垦丁的某一间饭店放经钱的费用。不过伊最近并无去甲伊交关，想袂到竟然是饭店摕伊年外进前订房的资料，佮摕去录一届，实在是有够含糊。 银行简讯显示入卡5875块，王小姐真怀疑，卡户银行发现是一笔透过阿国达订垦丁某一个饭店的住宿费，伊并无订房，所以甲饭店纠正是毋是去用透露。才知讲饭店用伊1年外前 Booking.com 的订单资讯，佮订一间房间，互王小姐去甲金门楼投诉。他是在 Booking 上面做订房的。 我们昨天刚好在这边要把一些我们存放1年以上的这些资料呢，把它做销毁的动作。那刚好我们的实习生和一些工读生把它拿来印刷。饭店解说是员工甲准备消费的资料放伫影印机顶悬，实习生想讲是二级纸摕去影印了后放伫订房单，才产生问题。就我很傻眼啊，为什么你要保留我的资料？消保官认为，阿国大家 Booking 虽然是关系企业，但毋过无应该互通客户资料。饭店业者一错误，毋但显示来讲有问题，嘛触犯个资法的义务。那他这边的这个利用可能已经超过当初授权的范围了啦，违反那个个资法的28条、29条。被公务机关主管这种问题的话，消费者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了。损害赔偿的话，如果没办法定金额的话，就用500块来算嘛。 饭店会室内表示已经申请取消授权，也检讨内部相关处理流程。消保官表示，消费者会当向主管机关检举申诉。另外，若做因为加入造成的相关损害，嘛会当透过诉讼向业者求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